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第二段，哥林多前书8章第6节，一起请。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借着他有的。感谢神，让我们因着耶和华上帝天父的慈爱，为了我们行了大事。他保守我们天天平安蒙福，他也让我们享受他满满的恩典。在这个礼拜是父亲节，所以透过哥林多前书8章第6节，再一次来宣告：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都归于他。我们是全能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感谢圣灵时刻同在，帮助我们。我们欢迎圣灵来到我们当中，进入我们的心。我们今天晚上满心感谢的心，充满赞美的心，我们一起来感谢上主，我们的天父。在这一首诗歌，我们来感谢，来颂赞他。节庆，求神让我们人人有稳固的心。我们
来线上祷告，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全能神，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属于你。当我们敬拜你时，你就亲自降下荣耀，充满这地方。你必掌权恩福我们，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阿爸父，求你赐下渴慕亲近你的心，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与你亲密及全然承受、敬拜你、尊崇你。求天父与我们同在，并在今晚的聚会中对我们说话，使我们明白你是全能、全知、掌权万物的神。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宣告，耶稣永远掌权。当我在患难之中，我仍要信靠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我心所依靠的。当我的心动摇时，我仍要赞美耶稣。你是我的盼望，我心所依靠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白昼，你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你是我的诗歌，我的避难所，叫我抬起头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天父赐福富强教会，我们也感谢天父，让我们在这个属灵大家庭当中，我们都是富强人。我们献上感谢，也为着父亲节诗歌的见证，我们求神亲自透过这个见证来感动我们，更为着46周年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为这3项开口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主，我们赞美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这样子成为主的使女，主的精兵，成为是你的荣耀，你的名。所以我们面前我们赞美感谢主。所以真的是父亲节的活动中，我们将每位要上来讲台上来分享清楚我们弟兄姐妹求主的事，所讲出来的话语触摸到弟兄姐妹的心，主啊，你使我们生命当中写这个故事，来感动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分享出你
我们来为着疫情能够快快过去，求神怜悯，特别为着我们台湾的平安，两岸和平。尤其这几天我们透过电视，我们都知道，求神亲自来保守我们台湾，让我们能够在台湾这个岛屿，真的是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也祝福我们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都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为这两件事情，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当众求主的掌权，让这个疫情能够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带领、你祝福的台湾这个岛屿平安的。当我在患难之中，我仍要信靠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我心所依靠的，当我的心动摇时，我仍要赞美耶稣，你是我的盼望，我心所依靠的，当我在患难之中，我仍要信靠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我心所依靠的，当我的心动摇时，我仍要赞美耶稣，你是我的盼望，我心所依靠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白昼你向我是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你是我的诗歌，我的避难所，叫我抬起头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永远掌权，白昼
永远掌权，似乎保守我们。不管我们的连日，我们碰到什么事情，都因为有你成为我们的天父，我们能够在你的保守赐福当中来度过。也因着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充满盼望。我们要借着你，我们得胜。我们要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都是靠主耶稣圣名。阿们。请坐。今天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17章有几节。好，因为这个经文比较长，所以我有把它稍微分开。好，我们先来看17节。好，一起来。一日，耶稣对他：“你拿1伊法烘了的穗子和10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的哥哥们。”好，我们跳到32节。好，它有刚刚有19节吗？好，那我们就一起读来。扫罗与大卫的3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非利士。好，接下好32来。大卫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战斗，因为你的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他必。”扫罗对大卫：“你可以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好，在37节的时候，大卫有说耶和华救他脱离狮子和熊的爪，那个爪也必救他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在这一句话里面，让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怎样同在。”好，在撒母耳上的17章提到耶西有8个儿子，但是被撒母耳高抹的却是老幺，最小的是大卫。所以我相信，在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里面，神要透过大卫来对我们说话。同时，我也期待下周再一起分享下面38节以下的故事。好，这圣经的记载。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来透过这个经文知道，以色列军队、以色列人民被歌利亚谩骂40天之久。突然间，40天，在这第40天的当中，一切都改变了。当大卫听从他父亲的话，来到以拉谷的山谷，也就是送食物到前线作战的哥哥们，他亲耳听到，他也亲眼看见敌人的谩骂、嚣张、辱骂神，也辱骂以色列百姓。所以以色列百姓面对非利士人这个巨人歌利亚的时候，心恐惧害怕，甚至逃跑。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当下大卫的反应。当下大卫在那个战场的当中，他不因为敌人非利士人的巨人歌利亚的谩骂，或是兄长的反对，他仍然愿意勇敢站出来，来抵挡仇敌。因为他这个勇气，他站出来就为以色列百姓带来突破，让他们的以色列人民来得胜。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牧羊人，在牧羊的日子当中，他单纯信靠耶和华上帝。他是一个年轻人，这个时候神特别为以色列百姓预备大卫来到这个地方。大卫也因着过去
在牧羊的日子，他因着信，所以使以色列人民战胜非利士人，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相信这段的经文，我们很高兴，以色列人因为有大卫来为他们征战，赢得这一场战争。这段的经文，我很期待，求神来帮助我们思考，我们是不是也是神为我们的家庭、为教会，甚至社区预备的人？我们是不是成为大卫呢？为要使我们的家庭、教会能够有一个新的突破，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一个人是你吗？我们是不是愿意成为那一个人？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成为这个人的时候，会不会碰到反对？当然会。刚刚我有提到，大卫当下的反应，不因为巨人，不因为兄长的反对，所以大卫的兄长对大卫发怒了。我们没有读这一节经文，它是记载在28节。大卫的哥哥以利亚对他说：“你为什么下来这里？你为什么来这里？你为什么下这里来呢？你来这里做什么？你回去吧。”大卫的兄长又告诉他说：“你是个雇羊的人，你是个雇羊的人。”他的兄长轻视他，所以有时候我们愿意成为那一个人，成为大卫，反而在我们周遭也会碰到反对的声音，甚至于这个反对的声音是在你服侍的同工当中，在你服侍的团队里，甚至在你家中，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大卫的兄长以利亚对大卫说：“你来做什么？你只不过是个牧羊人，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大卫是被他兄长看轻的。当有人直接呛你，你来做什么？你只不过是某某而已。虽然如此，你是否仍然有勇气为神而挺出？你是否有坚韧的态度，无退缩的信心，勇敢的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愿意付出，我愿意委身自己。神一直都在寻找看见事工需要的人。你看见了，然后愿不愿意为这个事工的需要委身、挺身而出，来执行使命的人？你愿意执行吗？你愿意成为执行神要我们做的事工的那一个人吗？神也一直寻找愿意与仇敌征战的人。神也在看我们是否随时等候差遣，勇敢向前一步，上战场，成为大卫的人。神一直在等待我们，把自己摆上，献上自己，成为神的器皿，去完成神使命的人。这个礼拜，我们在过庆祝父亲节，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家庭里面，因着有父爱，让我们茁壮，让我们愿意在这个家更美好幸福。同样的，在8月份，我们富强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在庆祝46周年的当下，更是要进入一个新的突破时期。
我期待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使命，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委身的问题。神要给我们富强教会、富强人一个使命，这个使命也许在你心中模糊不明，你还不太清楚，但神却要借着它带来我们富强教会的突破以及复兴。许多时候，神借着人的邀请，邀你一起来参与服事。有时候圣灵亲自让你看见事工的需要，圣灵亲自对你说话，感动你，呼召你，让你同心在富强这个大家庭，为神的荣耀来服侍他。我们不是为事工，我们不是为人，我们是为神的荣耀。神呼召我们，我们一起来服侍。上帝可以成就任何事，但是上帝期待我们是他的同工，我们是神的同工，这是神所期待的。上帝愿意为我们行大事，但是上主在乎我们是否愿意献上自己，全心摆上，一起在他的大能中往前走，向前行。再来的47年往后，我们的教会需要神带领我们，神也期待带领我们富强人有更多的大卫的信心，信靠他，有大卫愿意的委身，勇敢着为以色列人征战的态度，为以色列人征战的热情，更为以色列人民带来胜利的那一种勇往直前、牺牲的态度。我真期待，在我们要庆祝46周年，我们是那一位愿意为富强教会带来复兴的大王，带来神所祝福，借着富强教会来祝福别人的那一位富强人。所以我相信，只要有神的同在，我们充满渴望、希望为神摆上的态度的感染力，是带来充满活力，是带来健康成长，更是为主的福音兴奋的人。我们教会是为主的福音兴奋的教会，是翻转复兴的教会。今天晚上，神给我们一个机会，神也对你我再一次的发出邀请，让我们回应他的呼召。我真期待我们富强教会一起如同以色列百姓一样，能够经历全然的得胜以及复兴。当被兴起的时刻，你是充满着渴慕、热切的，充满着愿意往前走的，期待神自己亲自对你的心发出感动，也期待邀请大家一起在教会参与各项的服事。我更期待在我们这个礼拜当中，我们一起要为了教会许多的事情来做祷告，期待我们在神的面前先将自己摆上。第一，我们为着46周年，人人数算神恩典，来献上感谢祷告，也感谢上主兴起许多的大卫，在富强教会一起同工。现在神也等待新的大卫的来到，有那一种委身、勇敢、信心，来向前走，为主征战的大卫。我们开口一起为了这3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在这
求神兴起更多的大卫，一起征战，一起服侍，完成神国的使命。更祈求神带领富强教会清楚神的计划及意向。我相信神在你的心中放下你的感动，求神继续感动你。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永远掌权、充满慈爱、信实的上主，我们的神，因着你的救赎，我们能够成为你的百姓。我们感谢颂赞你，求你施恩怜悯我们。我们常因着自己的私欲体贴自己，而不敢回应你的呼召。在今天，你圣灵的声音再次对我们发出你喜欢我们一起与你同工的感动及呼召。求圣灵赐下你的能力，使我们有坚定的心，全然依靠你，一起委身参与天国的事工。我们感谢你的拣选及呼召，我们再次献上自己，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求你再次兴起富强人中的大卫，愿意因着信勇敢迈向新的山谷，及共同服侍建造你国度。在这个地方，求你赐下新的使命及愿意服侍的心。我们这样祷告，都是靠着得胜的主耶稣基督是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献上自己为祭，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领我胸胸来焚烧，恩膏厚厚是一己，迈开征战步伐，高举起如旌旗。你看我们为华冠，以我们为精兵，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我们要特别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有一个守望的祷告，为着我们肢体、身心灵软弱、生病的，为着疫情受感染的弟兄们，我们为了他们来祷告。特别，我们为了这个礼拜天蒋忠牧师诗歌见证，他的喉咙声带不舒服，仍然透过他生命的见证，让我们得着更大的感染力。我们为了富强人
每一个人有足够的免疫力来抵挡病菌的感染。为我们的幼儿长辈们身体健康，我们守望祷告。我们一起开口，为这3件事情来做守望祷告。上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清楚自己的软弱与不足，让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寻求你。求你赐下赦罪、恩典及医治在富强人的身上，使富强人的身心灵得医治救赎。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富强人的生命中的每个境况施行救赎及同在。我们齐心宣告，在你恩福满意中，恩高讲中牧师在他的诗歌见证里，圣灵亲自大大激励教灌复兴我们，迎着圣灵亲自在我们的面前来带领我们，我们必期盼，我们必与仇敌的任何事情都能够战胜。我们宣告，迎着永活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得胜有余。富强教会要成为神特别兴起荣耀你的教会。我们宣告得胜的主在我们当中。我们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献上自己为祭。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烧，恩高厚厚是一起，迈开征战步伐，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们为华冠，以我们为精兵，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烧，恩高厚厚是一起，迈开征战步伐，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们为华冠，以我们为精兵，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起来堵住其中的破口，重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哈利路亚！开口开口感谢，天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恩典的时刻，也这个敬拜、祷告的时刻，
也是你赐恩典、赐福气的时刻。主啊，愿你赐福给每一位做父亲的我们的弟兄，让他们有上帝父亲的形象，他们是勇气、信心、正义、负责的象征，成为每一个家庭子女的标杆依靠。愿神赐给每一个爸爸，他们在忙碌事业、工作、承担家庭担子的时候，因为有主可以依靠，他们就更喜乐、更有信心、更有盼望。神啊，我们将每位弟兄姐妹交托你手中，当我们在迎接46周年感恩时刻的时候，主啊，许许多多的大卫要被兴起，他们要成为神所赐福的儿女，他们要为主来出征，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护卫国家、护卫教会、神恩典的仆人。感谢主，让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仍然不松懈，但是我们更有神的依靠，你的保护、你的医治、你的大能跟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的教会因为有主的同在，我们就充满了信心、盼望跟喜乐。奉你的名的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的敬拜同工，请坐，谢谢，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我们已经到8月父亲节的时刻哈，我们当中有当爸爸的哈。我们给他们祝福一下，你是最棒的爸爸，来给他们隔壁祝福一下，来，好，你们是最棒的爸爸，好，感谢主哈。我们从8月开始呢，我们教会真的有生产了，有增值了哈。我们有新增加了一个泽荣小组，泽荣组织在哪边？泽荣组织在哪边？好，在那边拍手。还有敬轩小组长，好，感谢，祝福他们。他们今天呢，他们从那个西道小组分家了，我们也谢谢西道小组他们夫妇哈，西道夫妇。那有2个事情，请大家一起带到。第一个，我们在8月7号，就是礼拜天哈，礼拜天有蒋忠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要来诗歌见证。当然他的强项是唱歌了哈，不过这2个月来，他一直在那个赖当中跟我讲说，夏牧师为我祷告，可能也是职业病，因为当唱歌嘛，声音哈，听说已经1、2个月一直在看医生，所以喉咙的声音不是非常的顺畅。但是他要靠着信心，他说40年来，他服侍神一个很大的征战，所以我为他祷告，这2天就持续为他祷告。也许上帝要透过他特别的声音，给我们更多的属灵的激励跟祝福哈。那我们也继续为牧师有传那个图卡，我们分享给我们的好朋友，欢迎他们一起来。当然这个礼拜是父亲节所以每个爸爸都要来接受祝福，好不好？那下个礼拜呢？下个礼拜是我们的圣餐，还有联合的一个感恩礼拜，是有1堂所以9点开始。我们也希望我们更多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一起来献上感恩哈。好，那疫情还没有完全消散了哈，我们有好几位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工有感染力，但是我们不要太恐惧，我们要奉主的名来宣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够平安来度过，好不好？好，再一次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说你明天会得更多的祝福，感谢主，来，好，谢谢。好，我们开始小组了。